记得你剃白眼分黑那时节啦？他搞后面洗的时他找后面洗，你在哪耶？我的老天爷啊！千万不要再把那照片给别人看哦。现在会附上右下角是吗？你报名的？这从来不卡特别去呢。哦，来视察55分钟。又签哦，全是不你好吗？哇，2个小帮手呢。哦，又挺手感应等下这个是两片。哦，对哦。两片马兰珠。哎呀，懂什么事？原来他是什么事？他戏剧系的，有。这大菜，我觉得只有徐师傅做得到了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先给你掌声。没有手拍手，太厉害了！你係用過嘅地陪都自己東西係嘛解？哦，鲁智冰是师傅有功過，泡米酒。哎呦，忠實觀眾。要不然你送出的要出吹，来了吗？版權注冊起來，你們倆不能學哦。這太厲害了！我本身没有很爱秋葵，可是它加上这样子的搭配组合，我觉得超爱的。对。這不是我們的料理，我們把它說太高了。老師全部那個部分美國啲剪皮難拍了哈。香腸就要吃有燒焦的好嗎？哎，沒有吃過。你專業些剪接是會剪開的。哎，要搓一下嗎？搓。好啊。可以搓它的笑點。不好笑。Hello， 各位電視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所有現場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，我係明珠，係莊百強。今日同輝來到桃園要到位，而且呢，聽說哦，今日嗌啲客去嘅參賽站呢，都厲害，哎呦，是與豬同行的，沒有啦，與豬同行啦，與我同行的。哦，但像安樣嘅，今日兩組嘅來賓哦，全係幸福人，真勁當然係哦，同鄉人哦，有這麼多雷同的地方。真的。原本應該係東南片呢，不過呢，現在分享到今日評審席上，馬上來分享到嘅顏玉鳳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鳳大家好。阿鳳哥好，大家都係分享到嘅係陸準備陸師傅。大家好，我係陸師傅。哦，陸師傅你好。好，接下來呢，我鳳之嘢哦，我想呢，佢想要來上呢節目，包括我想看到佢咩當久嘅時間呢，兩個表姊妹嘅來分享到嘅係雨婷、劉愷華。哎呀！哇！等一下再來深入的聊聊，再來換賴這樣子。哎呦，還沒有啊！我日日分享一下吼，咱隨今日來嘅係姊妹檔吼，冠貴鄉啦，冠貴妹。歡迎！哎，今日算係與千同行啦，咪係做主持嘅。與千同行。千呢？哦。好了，先来警告一下兩位哦，是雨婷與豬同行，對不對？对，是我們同行的。哎，你還記得你剃白眼分黑那時節啦？他搞後面洗的時他找後面洗，你在哪耶？是你寫的。你東久以前呢？看到也東久。我的老天爺啊！千萬不要再把那照片給別人看哦。現在會附上右下角是嗎？好啦，先來問一下哦，師傅有冇給你推薦好高好食好料誒？師傅我吃到係師傅嘅師從係最好高嘅味素。真勁哦！這個時間每路姐姐叫我哋去老爸媽、爸爸去買東多，他嘅好食嘅食材，傳統全部都買得到。哇！係味最好高嘅地方。真勁，傳統市場地度最多薄好熱。好食的、好高的、好用的啊！不，這地陪都最有名的有買東西嗎？你們特別會去吃什麼嗎？鵝肉，對嘛，新鵝肉，哦，人家鵝肉啊，好貴太盤呢，連個鵝頸都動太點啊呢，真的很好吃。講到安吉通，因為呢，我很常來吃新屋鵝肉。好，等一下再個一邊煮一邊聊。拄好今日來嘅兩組吼，全係幸福人啊，所以講起雪嘅以後吼，還有一隻素菜吼，當河搞來做啲推薦大家係嗎？前年來俄羅斯早教俄羅斯客家話係安樣講，佢差唔多咯，一般咧三副高冇同樣嘅係三副高1年上1公分，俄羅斯差唔多到20年再上到1公分。哇！啊，佢在水清路唔怕，嘛做得成班。而且他真的好厲害，真的是主持人呢。我咱就係主持人啦。等下來看吼，佢當會講會，係唔係咁咪當會主菜咯？冇錯，馬上就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
到底哪家嘅面试會較上面呢？一家之主，Q 下來打鬥士咯！好，緊張的時間馬上就要到了，你看到兩家都頭頂夾不開嘅法寶。先來看一下雨婷數紅哪一樣嘅係乜嘅？又係我阿爸做嘅鹹豬肉。鹹豬肉誒，吃生你就好食嗎？係，真的哦，冇司機嘅做唔得，冇司機嘅做唔得，所以含着蹦酒配酒吃，這樣子最棒了。咁你今日要拿下阿伯做嘅鹹豬肉來編嘛料理？我編炒半條。鹹豬肉炒半條，唔是食過呢？入味耶。好，聽起來就是一個當開皮又加當炒飯嘅東西哈。今日有信心嗎？有。哦，按台上哦，你看一下冷水吼，你係冚嘅系列啦吼，今日帶來嘅秘密武器係乜嘅東西咧？鴨卵，即個曉嘅。哦，鹹卵啊吼，自家做嘅鹹卵啊，唔單止自家做嘅，還係自家學嘅。哇，厲害了！好，咁個哪裡啊鹹卵做乜嘅料理？個全名係乜嘅？金沙角。金沙角。cái cục到底係乜嘅東西？大家嚟做啲好好想一下。我先問一下，冷水底下比賽有信心冇？有信心。好，比賽馬上倒數，3、2、1，搶開始，走，4個姐妹聽下來比賽。天賦係電視圈的。你們3個男的，今天就嘴巴安靜一點點。好，來，啊，幸福係我嘅天下。哎，你。什麼講話？你愛前煮水嘛？哦，係，我用前煮哈。半條係幸福嘅半條係嘛？幸福嘅半條係嘛？都幸福該吃蟲買豆。可是凱華比較常做料理，還是雨婷比較常做料理？我。好，因為這樣我們被嚇到。因為我們剛才都在語言霸凌他，他聽不懂客家話。哦。好。那我們講一點華語。華語啊，可以哈。我硬要爭問題上係問雨婷嘅，就係講，因為講已經係幸福音嘛，咁講已經用班係咪講詩人咧？那阿婆阿公都會講詩音嘅。哦，就已經跟你說我們要問凱華，你要回來問雨婷。好，凱華。啊，切得很好，切得很棒，真的切得很好啊！現在切的是什麼？切的懂薑啊，薑是嗎？對，你知道薑的客家話用會講嗎？我不會說。薑嘛，薑嘛，嗨，薑嘛，薑嘛，又天粉哦。你們剛剛講的我有一點點聽得懂，就像你剛剛講的信心，有沒有信心？我看你的眼神我就知道。有信心，這個有信心。大概知道你們在講什麼，但是我有點聽不太懂。哦，天分型選手，他有就是偏客家、微客家、微客家。OK， 好，那你們按用問啲好咧，你係香菇嘅地陪讀整嘅東西係乜嘅？哦，滷汁冰師傅有講過，愛泡米酒。哎呦！忠實觀眾，果然是與豬同行啊！真的是有在看節目，有在剪節目哈，所以你厲害。當日版哦。那你的得獎感言沒已經準備好些吧？想必你也是不會不知道，我們可以用這個吧？哎呦，摸了，不要摸了，我是在考他。呢個動夢的。好，那你們繼續嘛。OK 好。對。貴鄉阿姐，唔該下講你自家學嘅鴨母吼，大家都有興致呢。而且哇，自家做嘅一個鹹卵呢，懂厲害。呀，沒自家講誒，講說你啊，剛剛金沙角是因為這個兩角頭嗎？哦，是哦。因為你一角啊吼。哦，應該下講金沙嘅啲，啊角嘅咪啲，我計問係乜嘅？柴魚片。做乜嘅？鹹卵會用柴魚哦，尾後也是些裝飾。哦，但就會跳舞了。會唔會啊？這底下係做主持嘛？哪一種嘅主持啊？廣播電台啊，我了做新客家廣播電台。啊，各位聽眾朋友，大家啱冇？歡迎大家來收看一家之主的節目。你睇你們老師喺節目打廣告。係啊，因為我哋啊來錄一家之主，我當然唔係講一家之主啦，錯冇嗬。小夢。按住四當來了。好，啊，會唔會啊？這做啲老大家紹介一下，今日金沙角應用班來做嘛？金沙角係哦，我吹不卡呢，重複我記住所以我記較會講。好，阿姊來講。記住。貴鄉阿姐哦，應用班做咧金沙角咧。
你啊快食快火，开火。也迄小火最 safe 哦吼。嘿，啊，問一下，即位你係自家做啊？做嘅喊卵天窗會用鴨兒嘅卵係冇？嘿，為什麼？因為阿蘭做嘢學 Q。哦。啊，我想看他弄金色。啱未上看。咁個喊卵嘅喊圖啊，用辦來把鴨啊？因為咱會演錄一張嘢，人做得寫。啊，根本你係你自家報名做，第二阿姐講下來，也係阿姐報名第二來㗎。我羅梅報名嘅。哦，你羅梅啦吼。你報名的。拄好感應大家先生啊，就問下就了就宣傳師講，還有節目要比賽呢吼，啊，你就要參加麼？啊，俺呢，伊去點落去看，只從來不卡隔壁去呢。哦，還時差唔是5分鐘。啊，不管嘛個咧，反正佢講要煮嘅嘛，啊，俺不卡，俺自己煮要煮，俺就想講，不管咧，反正俺就出了就從阮面，啊，佢就煮出嘅，做安用，所以啊，佢細人啊就講，啊，你要攏愛買再出去買摕嘅喏。冇啦，冇買摕。我講，我冇嚟買摕嘅，你按困去時差出到咧，所以。正經會驚半夜落梅買摕到。唔係。哦，一統一出來存錢呢。哎呀，等下搞有錢吼，天賦半夜好嗎？一般呐。好啦，咁你哋先加油，等下嗰度進來啊哈。他們快去起泡咯。身體嗰邊哦。哇，鬼 day 先容易剪哦，整塊先下去煎。对对对。凱華，你的職業是什麼？室內設計。好厲害哦！有才華呢。我家也需要設計耶。真的嗎？真的可以找我。好 ，OK。做室內設計，沒有喜歡煮菜哦。對呢。其實有時候我們壓力很大，就是其實偶爾煮一下菜，其實你是可以放鬆心情。哦，就像弄混凝土一樣，對不對？我有朋友是學建築設計，他就很喜歡做蛋糕。哦，對啊，每個人的興趣不一樣。很多。像我偶爾我都是喜歡做菜，當做放鬆心情。那我們有機會去你家蹭飯吃哦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們就用用辦到板條不用哈，這個要怎麼結合啊？這個要怎麼結合？等下會切片係嗎？對，會切片。你真的聽懂呢？糖黑色的，做的。因為我貴條件，唔係講切片能煎。因為其實整塊的肉汁它會鎖在裡面，會比較好吃。對，煎起來之後，被室內設計師耽誤的廚師，真的絕對是。沒有。室內設計還是可以兼開餐廳啊。其實很多設計師都是喜歡做吃的。真的。對，因為我有很多朋友都是設計師，然後他們都是喜歡下廚，懂生活。對。而且你今天擦的香水味道很好，我就連戴口罩都聞到。鹹豬肉也沒有蓋掉它的味道。安從一煎乾牛排強容易。對，其實差不多這樣子就好了。那就好。對。那等一下這個油會用嗎？哈，這個油待會我們可以爆香，因為它會更香。不要再做室內設計。然後我們肉先煎好，我們再接下來就是要爆香。不是，給你凱華係主要負責煮的部分，雨婷是負責翻譯的部分。來，翻譯機。翻譯一下。我應該係做乜嘅？我講雨婷係讓你與豬同行啊，係幾係做乜跳舞啊？因為唔講，你係乜嘅跳舞？雨婷，有咧，就會做嗰個兒童節目啦。兒童節目。你是姐姐哦？也不是。漂浮嘅姐姐。她是非常專業的快刀手。快刀手。你有懂熊維斯，感覺他就熊維斯。他戲劇系的，有。這大菜，我覺得只有徐師傅做得到了，太厲害了！來，我先給你掌聲。沒有手拍手。太厲害了。他是非常專業的快刀手。快刀手哦，裁縫師。剪片。剪接師。哦，先不如表一下，你夠一款到去咯。好。哇！他們亂照係安樣哦，要魚婆嚟啊嗬。魚婆嘅啦，魚婆先料魚咧邊，然後等下料邊蒜頭個辣椒是好白香。這好可愛，是米奇的圖案呢。他們刻意用那個米奇在哪裡，絕對難不倒你嘞。哦，那是什麼？就係加卡通啊，款那米奇會走奶刀啊。哦。哎，甜椒本來就是這樣3個嘛，還有冇停錯？不如是。冇停錯。哦，你用個頭邊落去之後哈，它會做乜嘅嗎？然後冰落去，然後蛋黃再給它拌炒一下，給它蔥再拌炒一下就 OK 了。好嘞，那挑面嘅部分呢？挑面唔是冰呀，
因为鹹卵本身就有鹹咧。哦，會黐啲蝦米酒嗎？咁成日用啲水煮落好嘅。用冇用水咯？用水，嘅角又咪下結束。哦。用酒會唔會係咁會下好啊？因為蜜頭怕幫唔到，我冇下唔敢食酒，唔敢食酒啦。啊，桂香阿姐，你除了無肉嘅鴨肉啊，還有做鹹卵，你還會做乜嘅冇？會種菜啊。種菜，那大家都點一下。愛煮重複轉去20條轉去顧阿爸阿媽，順沙種菜啦條，鹹豆尾雞尾鴨鹽鴨卵啦條。啊，愛做迄下煮條轉去落阿爸阿媽大嘴顧。哦，所以你安樣是炒炒很多嘞。又熟熟的啦。哦，我得剩孔蓋片哦。好。哇，好香哦！哎呦，安台盤哦。問一下凱華好了，炒板條有嘛技巧嗎？有什麼技巧嗎？炒板條其實要先泡水，先給它泡軟，才不會說一坨這樣子。哦，對，才比較好煮啦，就是好炒啦，這樣。怎麼讓它比較入味，也是一個重點，對不對？其實我們沒有加很多，就是米酒，然後香菇本身就有它的香味，對，然後還有鹹豬肉也有它的鹹味，所以鹽我也沒有放很多，然後帶一點點醬油這樣子而已。對，婷，你今天找對人了。對，好厲害哦！因為還沒差唔多哎，你要加一點胡椒粉嗎？會，現在加一點之後就差不多了。那就好，那就沒差唔多了，倒數咯，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係此時可能要兩家啲度，奈不開咪試開站對咧。耶！好呀，兩組的料理呢都十分的特別，各有自家嘅特色咯，因為都拿出了法寶來，先對風趣開始品嘗。哦，你鹹豬肉整啲有白度哦，好扎實哦，它有雪到最尾哦，該呼叫粉的梅子還會衝出來嘅。那鹹豬肉。阿爸也太厲害了吧，味道超好的。雨婷覺得怎麼樣？今天阿爸做嘅鹹豬肉經驗都好食，然後是，而炒過後咧唔會皺皺嘅，唔會皺皺，都用 QQ 嘅都好食，都含 QQ 嘅。凱華覺得呢？不錯，這跟你家裡練習的一樣嗎？一樣哦，好吃。好，我們對自己的料理很滿意。你看一下咱這個阿姐，先來問一下桂香阿姐好咧，你去到幾龍沙吼，做到用飯咧？做到凍紅蟹，有客家的口感在那裡面。啊，桂妹阿姐咧，你吃到幾條做用飯？玻璃菜、青青紅色，啊有辣魚。啊，做得落幾條嘅鹹豬肉嚟評價一下冇？有個種嘅胡椒嘅鮮，啊咪有青面味。滷改須節可能吼，是當關鍵嘅須節咧，我覺得還不錯。不過咧，可能係因為大家啱學過冷水做嘅哦，對不對？金沙角來試看哦。cái ham là nó, không biết có ảnh hưởng cả, miên miên的，因为cái兩個配哦，它會出個綿綿的汁液，所以其實畫在嘴巴底位讀嘅感覺真經凍好呢。最尾它就食到個菜葉香味。真的，啊牛的搭皮係十分好的一種搭皮法啦呢，而且給我切斷牛一細塊一細塊嘞，剛好是適口的大小。雨婷，你覺得呢？都好食，老鹹卵一張對吼。嘿，凱華覺得呢？那個鹹蛋的味道很入味，我本身沒有很愛秋葵，可是它加上這樣子的搭配組合，我覺得超愛的。對，因為有的你會講秋葵啊，它那個汁對不對？會怕，但這種剛好把它鎖住進去。對，又有嘎柴魚案呢。這不是我們的料理，我們把它說太高了。依家係咪要講到而家重點出嘅嗰個鹹卵吼，要學到個椒味，凍好。桂香阿姐你吃到咧，有口感啊，好吃。最近同好食兩組都懂十分讚掉，唔過呢，生下來我來本評審現場來受理，我來評分咯。好，今早嘅時間馬上就會到咧，先來請你阿牛鳳師傅搶本分數。永貝安永婷，保底了，保底了。唔怕唔怕，咋個來看一下阿炳哥搶本分數。偏手，其實不講公平。哦，2片都做得不錯啦。哦，我袂摸不2片咯，我想要係基本係金沙，佢係磨砂，應該蛋黃以外，煮嘅1000元咯，輕輕的落去炒，啊起泡其實是落去炒，是好嘞。哦，是正常的，用金沙。哦，啊，我不2片咯，
记得当聪明，你该煎该含住牛嘅油，那会炒板条，最味合拍，咱用嘅。咱叫记得未当聪明就记得你讲诶，敢有先煎个酒，才会好食，嘿吼。好，来看一下阿炳哥嘅想法。好，呢一片哦，就是你係經濟要配到你係柴魚片，跟住你係梅頭層次好冇強濃啊。好，呢兩片誒都有自家嘅梅頭，呢一片哦，硬講，呢度係先嘅香梅嘅啫，很重要嘅香梅要出來，但是呢。要講到要嘅香菇要煎個酒嘛，炒嘅時節記得係攞鹽棗來，鹽棗來冇水分，就會別會香。咁唔係食到樣香梅冇出來，就差到一啲啲嘅香梅嘅。好，本台下做一個參考，唔過體育館啲都呢越變越咯，馬上就來看一下今日齊師傅帶來乜嘅好料嘅老大家分享咧。日日出大菜。天哪！今天呢，这个好像在海洋一样，难怪啦，因为我们在新屋两岛毕业东巴讲会，今天带来的村民的乜嘅？满载而归，满载而归，这个讲形容哦。我夹夹出台菜哦，怎么该怎么做到夹夹？好，我都先介绍食材哈。好，系马铃薯、栀子粉、海胆、鲑鱼卵、生食干贝、鲑鱼、旗鱼。尾鱼，好，你下鲑鱼介绍太简单，你还鲑鱼腹呢？鲑鱼腹，最好食嘅部位。我来示范一张哈。好，看一下哦。不是泡皮哦，不是，你要洗肠咧，我等下落去泡哈。其实你要冻简单哈，安样弄了。哦。你几只孔呢？一只孔是做一艘船那用的啦。哦，像少年拍一样吗？少年嘿。你系给只老夫系吗？因为在海上嘛。嘿。还满意吗？今天的这些食材？嘿。满意吗？好。不满意的，等一下系选马浪酥哦。好。我叫你示范一张时候咧，吼，因为时间的关系哈，你啊好咧，我是落去脆。脆差不多15分钟，落去脆是变安用音哦，变安用音哦。啊，你要春的呢，时间酸呢？酸呢？俩哦，俩酸。从伢一对这个时间薯川油啊，吃过薯哦，那一泡哦。平常是有冻加不需要该上片吗？冻小哈。好，差不多15分钟哈，再先打开来。15分钟哈，变成马铃薯泥。但是今天马铃薯泥已经不吸引我了。不吸引。我冇想到马铃薯做得到上片给下穷下呢。马铃薯的生鱼片冇谈过。船啊，满载而归啊。啊，像个马铃薯的泡鸡球啊。来不及理你啦！快点，那个讲嘛。看一下我们的来宾好不好？看一下我们来宾有没有骂。好，凯华已经你看摩拳擦掌，准备要吃了。有哈，栀子粉有啊，一点嘛。我们先来看这个栀子粉。可以放干米头啊？它算天然色素吗？天然色素，啊，你还是cheese粉，重新沙拉控肉。哇，好棒哦！你还海盐。海盐，你们家的食材都好高档哦。有啊，好，你要冻简单，轻轻吗？系因为你要吐出来温度满载而归，长为有蓝色、呛色感那种。因为是海洋吗？对，安安你要有做海，让船垫到底下。哇，太厉害了吧！大家就食过个栀子花粉吗？连宽都冇宽沟哎，哇，这真的很像大海耶。有哈，你看，这个pan呢先拿出来，来铺底，好，等下。海洋，那等下手变安样？有嘞哈。这真的好厉害哦！我今天冇想到，因为一般应该是用色木，其实用食用色素停啦。我冇想到，原来栀子花粉没做得做颜色嘞。海是做好嘞嘛，我等切生鱼片。来，我爱做得捞个观众朋友问一下，讲下栀子花粉我到哪边买啊？烘焙材料行是有嘞。我哋要分开吼，你系生食砧板，我要消毒过，然后倒了吼，因为你要食上嘅吼，因为我哋会做嘅上爱散寿司安用嘅，所以我哋让冇强浓嘅做法下太片。我爱老人讲哦，假设有几下下好太片呢。没关系，刚刚好就好。要抖这一散寿司，哦，因为切落去唔会冻大松哦。唔会啦，满载而归啊。哇。
我快去了一下豆。有没有人不吃生鱼片？有吗？赶快举手，拜托。你还因为博天是不吃啊。我好了，我吃那个乌泥。没有，给你吃那个马铃薯。哎，海蓉的部分呢，做的。这个是旗鱼嘛？哈。旗鱼哦。天哪！哇，这料太多了啦！哇，贵！哇，哎呦，肚皮啊，很羞哦！哇，这个跟大理石纹呢！哎呦，这吞落去嘅水之后，他们感觉绵绵那样。你会觉得我们俩今天太夸张吗？来宾都没有机会讲话。来，你们表示一下你们夸张的眼。雨婷，来。今日當上嘅事，人哋開始上嘅事。他戲劇系的，有。差不多了，做在溜去了嘞。哦。啊，你旁邊讓我攪個芥末醬，哈，對啊。芥末的愛。芥末醬。我攪嘛個東西嗎？是。調油時候。哦。哇，2個小幫手呢。哦。有甜手感應點好的是兩片。兩片馬蘭酥。这大菜，我觉得只有徐师傅做得到了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先给你掌声。没有手拍手，太厉害了！还有爆 cheese 啊！嘿哦 ！Oh my god！ 还有扁皮呢！哎，这很聪明哎，必须说。哇，2個小幫手呢！哦，有甜手感應點好的是兩片。兩片馬蘭酥。好，太厉害了吧！那这个是老俩穷上寿司，全部叫同行。哇，还有家生食鸡刚被蒙走呢。有人不吃生的上的吗？没有，没有。金色上哎！不要给我弄到求佛拉的上影片哦。好，我这是用下去。哇！不过師傅嚟問下吼，假使唔係做馬鈴薯嘅酸呢，肯做得做其他嘅係冇？地瓜吼。好，呀。哇！唔會切過啊！不敢吃生的哈，我一大口。哦。更加生硬。哎呦，沙朗氣哦！你對馬上講。你敢吃上个怎么吃的啊？还蛮好哈。番薯哦，番薯买不了。你这样。哦，你。哦，这个我可以一口吃哎。哦。哎，假使咩了鳳姐動電吼，我看看大家嘅後欄水全流下來咧。真的，好可惜哦。傳下去，攝影組的傳下去好了。等下去吃叫聲。哎。好，等下穿了啊！哇！酸血酸呢，走台酸呢。哦，这真的是少年拍的奇幻旅程哎！满载而归。按钮就后 C 喽。怎么办？那次料理经理还挑战对哎，鲜少看到我这么兴奋吧？木祖祖八斤哎！哦，满载而归，不是讲啥这不是都讲哎，太极嘎，请收好你的盘子，不要被张伯谦偷走，马上开到。我离他最近比较危险。对啊，很好吃喽。GQ 呢就会起就好吃，不过呢，我觉得哦，给我们起直播料理涵盖有一个懂真的 T 房，它在视觉的主题上面非常完整。真给黑夹夹出太吹，这大菜我觉得只有徐师傅做得到了，太厉害了！来，我先给你掌声。没有手拍手，太厉害了。頭一擺試咧烏泥，今年都好似有冇試過？好吃哦，好似試到挺好的啊。你從鏡頭外走到鏡頭內，你頭擺之後剪接，吃完的這一餐，會不會覺得你也許以後可以來嘗試走在鏡頭前面這樣？呀，大哥胸捆捆好 ，OK。改華，你知道呢？太享受了，这种是5星級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真的超好吃的。哎，用个暗号，第时啥系唔系跳水攞搏命掠食啊？系就调查过，因为掠食又做上片，所以才会搏命。系咩暗用音啊？昨两木竹嘛看到饱，莫讲吃到肚子，够卡赞的。
口感好吃。啊，贵香阿姐咧，冻好吃啊，精心制作这个赞。虽然个海产吼冻上瘾吼，不过其实里头在水里还像个介下民主有讲过个视觉飨宴，因为梦英想哦，因为马浪是汉做在走海洋，还有用个栀子花做个酸呢，没冻好看，是不是啊，斌哥？嘿，因为因后唔敢是咧上片，后去配点咧马铃薯泥，还叫做综合，嘿，综合嘅个味道，啊，底下又铺个个马铃薯，其实嘿又个味道又层次样嘅，嘿。请运动吼，大获好评哦。咱们这位再给徐师傅一个重掌好吗？请运本英吼就有只满载而归的感觉哦。唔错，有家同客户根本呢两组都来自于幸福嘅人，幸福人呢对那个花的味道，就是我讲披头花的味道就像转都不卡强用。不过呢，比赛完比赛哦，刚刚一毕业，马上就来进行最杯谜馆的挑战。八边料理网。两嘴爱伫寒天嘅时间底度，用自天嘅食材变化出无穷样嘅料理。亚冠唔但将系比面西，没有比创意哦，都带爱嘴将系正经嘅八边料理网，一家之主人力水来上菜了。好，亚哈呢，看到两个八边上嘅地图，都带地图空嘛该呢？好，打开了本大家看。今日几天的雪菜就是宁波天板，这是什么？宁波年糕。宁波年糕没看过哎，形状这样就是宁波年糕吗？错。哦。不过用俩雪菜做嘛个变化，先论问师傅一下。哦，两妹做了做个雪菜炒宁波年糕。雪菜嘿。哦。做ham盖。ham 诶。阿斌哥有咩想法咧？是炒韩式的呀，其实你是用一般好冲掉很多诶，一条一条样，长条的那种。其实佢后啊好冇强壮，佢一地的，所以佢煮的这些可能煮时间也好容易抓到酱，可能永远太细，所以等下料理的时间没注意哦。然后阿斌哥的想法就都有强哦，除了该韩式年糕，汉做在绑个冻肉面个那种韩式泡面啊，强下来煮加起司片安用。好，这样做就没有特别了。要是我呢，我就会把它变得像是冰淇淋加饼干，然后底度不用底度啊。你是现在太热了吧？对，好热。好了，不用做现在熊款呀。你看宁波年糕，汉做在做其他哪个变法咯？我们马上就来进行这一杯谜馆挑战。都带哪一个宁波年糕啊？这边出嘛个料理，先来谈一看风吹带来嘅菜苗都嘛该。宁波串乐。串乐，宁波串乐，感觉应该是动神奇的料理哦。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当然有吼。我来谈看一下咱最后两只阿姊吼，来做个宁波年糕会嘛个料理咧？宁波金砖条。金砖条。砖条哎，好贵气哦。好，咋个你咪问一下咱最后有信心冇？有。哦，当然有哦。比赛马上倒数。3、2、1，抢开始！开始喽！那其实不看摸起来买了猪牙嘅，除非是吃韩式料理。对，看完韩剧之后就特别想吃。不过刚才没有讲到，韩国的这种系挑的，然后呢冇买煮嘅时间我注意啊哈。来看看，好。两套出宁波年糕，你们刚刚说要做的是串的，对，所以一定有棍子喽。对，有在这里。是竹签啊。就等一下有用烤的吗？还是需要借喷枪吗？不是啦，就是这样炒一下，就说对，穿过一到这里炒一下，哎呦，那给中料会吗？该中，那就会烤肉酱啊。哦，两年糕哦，那来串起来。该形状也普分哈，还没，因为基本圆 QQ 啊。你不用担心好不好？我们是做设计的，哦，至少不管在外形都会顾到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下再回来，要得先逼掉一下。好 ，OK。贵姐姐花，贵香啊，这贵么的？还有包 cheese 啊！嘿哦 ，Oh my god， 还有扁皮呢！这很聪明哎，必须说。这是熊妈吗？自家都在乱讲。太厉害了吧！你很万能的哦。等一下，这谁想出来的？自己晒的。要么你送出来，要出吹。买了吗？版权注册起来，你们俩不能学哦。这太厉害了。那大家讲一下，该地背都有爆嘛个东西，中强系嘛个？
底袂拄油包，爱煮一家做个泡菜，爱就想讲用了馄饨皮啊，落去包起来包，又是到客家人来泡菜的米丝，又包个 cheese， 吃起来有个甜食的感觉。哦。啊，搁落了年糕落去，冰落去，因为这宁波年糕有上下师祖会用拿来炒个嘛，炒个煮咸个啦。哦。啊，我感觉。变一种米土本大家食嘛，挺神奇。啊，不过该粉呢，系强龙的包落去系吗？还是把它淋在外表，啊，个顺沙个留一啲嚟了，酸梅粉，啊，还有一啲，因为我有做鸡卵糕，所以我做个留一啲了凤巢的糖粉，淋出个蛋杯啊。就像原来紧条一条一条贴在那样，太厉害！把面料理完所安用用啊，用自家新的想法，不过结合个客家传统味蕾，真的。等一下咋个来慢慢来让大家分享，好冇？先一款风水嘞。哎，很特别像个小香肠呢。对，就是很可爱啊。没有。上过都料嘎料哦，没懂好事啊。哎呀，不好没有按做工。如果串乐走嘛，改为那个玻璃彩饰啊，铺底吧。对，要装饰哎，铺对，我们是要装饰的。哦，装饰。对。你当剪接师几位？4、5年有了。你看，努力了4、5年，终于走到荧光幕前面来了。中村宽豆，你不应嘞？中村宽豆嘞，值得了，值得了，真的。而且刚又吃到那么好吃，对不对？对，金运总沾丢。不然你们先串，因为我们大家多种一个也差不多，好不好？大家看你们煎。哎呦 ！Oh my god！ 哇，爆几多渣啊？唔知咧，我拢袂爆。哦。不过吼，在底袂拄爆韩豆嘅东西哦，其实全部系因阿姐自家做嘅嘛吼。因为用办上道吼，要做得到阿姐最擅长的东西结合起来个。认为上讲阿姊佢要煮食啦，我正经唔会煮食，本来上讲用炒鸡，都咪其常常啊讲，冇做用破鸡好咧，啊用破鸡来讲，啊总会包东西吧，来讲冇做包太家重复的世界有甜食啊、披萨嘅感觉。哦，但是做嘛该无用甜食皮咧，唔系薯条皮咧，较泡较好炸。该先到美动上进转嘛哈。哇，煎了一下下就好了嘛哈。对，没错。为何会说人用吗？这个路诶，用顺条。哦。而且很甜。所以阿妹差不多嘞呢。差不多嘞。好，好好摆盘一下子做得了。那我们过去再看一下，就差不多了。好，谢谢。好漂亮哦。像人家煎个虚接咯，这位机已经串起来了。原本就可能跟外卖不超过，咱个地位都蛮熟。没讲诶，没讲，因为像你半夜话烤肉改虚接啊，半夜拌啊，我们都会把香肠先斜切。像人家细细个染葱外毛。因为做动一下。要搓一下吗？要搓。好啊。可以搓它的笑点。不好笑。假使全部那个部分每个都剪开了，唔怕了哈。香肠就要吃有烧焦的好吗？没有吃过。你专业些剪接些会剪开了。要搓一下吗？要搓。好啊。可以搓它的笑点。不好笑。声音哦。哎，不要！要不要厨师帮我？摸两罐摸。吗？哦，阿姐来好嘞，好勇敢哦！哎，那一根烧焦了，小心。消火一点，灭火一点。离火了。假使全部那个部分每个都剪开了，唔怕了哈。香肠就要吃有烧焦的好吗？没有吃过。你专业些剪接些会剪开了。他自己会剪掉，老粗婆来画面剪掉。应该烤肉酱哦，其实表。哎，对呢。最后面放。最后面。可是那个酱这样下去，不是咋个挑哦？就是直接调好的放下去就好了嘛？调好的，然后再稍微倒一些那个水，然后再让它煨一下。对，焖一下这样子，让它有入味。哦，任葱长会熟啦，系吗？对。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蹦酒料理耶。蹦酒。对不对？这句就听得懂。等一下，你知道蹦酒是什么意思吗？就是
特别的意思啊，然后强碰的意思啊。对啊，请我们雨婷来解释。凤酒黑马给，凤酒是啤酒哦，啤酒有配酒，我以为是碰撞的意思。你们可以姐妹俩自己撞。他意思是说配酒菜啊，配酒凤酒啊，不是你好的那。哦，等下烤肉酱会落去咯。是大家在烤肉的时间面，西通时一定会配啲可乐啊，配蜜酒啊，了对嘿。那你们选烤肉酱有特别写它咸芥也下咸芥还下辣芥？那咸嘅係比較空腔嘅東西，冇按鹹，沒冇按辣嘅。對。好，差不多哎，那就先祝我们马上就倒數了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。馬上就嚟試試看哪日最杯米罐，乃部凱米西卡站到咧。哇，这个宁波年糕呢，唔提供太气噶，到天师给面前上困难，你温柔的编发。不过我们先来看一下凤吹做嘅料理，看嚟試試看下咯。其實好食嘅就係寧波年糕，非常嘅入味。外形呢搭配有同好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冇像一個年糕哦，它夾翻一個人都有個拌呢啊，放啲兩個配肉醬，懂蘸的哦，还不错。年糕好吃，年糕好吃哦，真的，年糕好像可以夹2片呢。对，可以夹多一点啊。对。你問一下咱水嘅阿姐吼，古面阿姐因是都記得做嘅這個串熱行樣辦。今好吃，今特別來做飯。為向阿姐咧，感覺嘅口感比較扎實，也蠻不錯的。蠻不錯的哈，但更不錯的要不要來試試看？就係咱水做嘅金磚條，好，來試看哦。魔鬼天菜係放嘅泡菜啦，非常嘅傳統，咪非常嘅創意。上半日嘅夫人都這樣地度嘅泡菜和個年糕同咁樣，很創新，真的很不一樣。石頭脆的米頭董後是很有創意，對不對？有董瓊是調拌。凱華覺得呢？這個酥酥脆脆的，然後又搭配薑片，我覺得很特別。我來問一下吼，咱是個阿姐吼，你條做嘅樣辦？清好清蘸掉，多層次的豐富。係啊，喜出望外的感覺哈，原本冇想到，結果咬下去嘅時間吼，我覺得還不錯哦。為向阿姐因時間吃到咧，其實是姜媽的入凍酒的味道，全部出來的，吃起來這樣有鹹酸甜啊，讚！我知道吉良沙真經非常厲害啊，因為原本嘅片雪皮哦，然後個泡菜啊，還起司啊，還有姜媽啊。原本因為想到會結合鄉下的東西，不過結合起來哦，哎呦，大家變好朋友了。沒錯，真嘅係懂蘸掉，睇起來都不卡咩做上海嘅寧波啲嘅年糕，你做用嚟做編發，如果生下來就搶評審的評分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馬上就到嚟，現場你嘅70分搶分數。藍翠，大家來看一下吼，阿邊個搶分數？藍翠。把他們的畫面全部剪掉。70分，還想要有畫面嗎？昨天講嗎？昨天哈，昨天。其實兩片哈，因為係百變料理王哈，兩片都做凍河啦。啊，記得始發揮，記得有創意，安樣包到像金條一樣，是以創意。啊，安兩片。真正未凍好吃啦，梅頭肉內底未凍好吃，哦，只是差一點點誒創意啦啊，因為本來一片吼，佢個金條金磚嘛，佢鋪頭有肚吼，是到泡菜，真的會蹦出新滋味。是安樣嘅，兩片做凍好啊，真嘅。阿邊個有咩想法？伊個想法多啦，梅頭吼，兩片可能國家自家嘅特色，但係第一片吼，嚟講。梅頭以後，梅頭喺處理嘅過程，一是經驗嘛，吼，可能係本科咧處理切嘅東西太細地要注意啊，或者咧吼搭配口感啊順序，可能從做啲吼俾它修正，吼。第一等到佢嘅個主角嘅變化，因為主角係寧波年糕嘅變化，要去吼爆到底袂住，當然我咪建議個咧爆幾地，因為咧可能好多，吼唔會講一地地咁樣填，吼佢幾地爆下去。我覺得啲年糕嘅口感可能會很好好啦，凍好嘅想法，大家做啲燙落去，喺落自家咧改良一下會下好哦。
好，不过因为呢，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诶，游戏男吹得到3分，风吹得到1分，马上就要颁奖喽！耶！可惜。好啦，今日嘅两吹都是分开去，先来游戏男吹喽。好，男吹吼，今日做得到3000块嘅加彩金，恭喜阿姐！恭喜！我们今天红队呢也是4分的后，你看这个是垂纹铸造不沾锅具组2位哦，很好哦，来点掌声吧！哦，你看，恭喜恭喜！好，我哋问下吼，阿姐吼，尤其係貴向阿姐，佢係提一擺上天時就大頭命。恭喜！新冠度天朝運動都係感想吼，讓大家來分享哦。动新梦，然后舔台哦，给我一个学习的机会啦。含条的体况，大家多多包纳，见谅。安用好嘞，谢谢。唔會按客氣哦，係大家讓你交流爭錯，係冇？我5條。你會做喊亂，還會做撲菜，還會做乜嘅姜媽，做很多東西，所以我們大家有口福啊。行牌行外來嘛？讓看。張看，佢新冠度上哦，唔好雜講門藝，我應該轉去有領菜咧。你都係學落。啊，貴妹阿姐咧，今日等於阿姐強下來吼，就買感想讓大家分享。我感覺講，我自己運動過60人嘅啦，啊頭一擺上天師祖大頭命，我做得會拿到獎金，我都感覺講，我最啲阿姊親照顧我，所以我感覺講。會抽獎，我剛剛哦，終於這幾天沒有白努力幫他了。恭喜恭喜！看佢兩姊妹嘅感情真挺安好吼。真的。阿姐吼四饒老妹，啊老妹咪四饒阿姐，誰都不能分你我這樣。有一個出想法，有一個出手藝，然後最後嘅組合。冇錯，好，而且呢，今天真的皆大歡喜，我們紅隊沒得到嘅東西，我得到嘅東西咯。來，雨婷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嘅心得。同建組，同建組，同建組又講冇做好，沒冇做秀，就該師傅沒搞咧，下一班就第二又買走。估錯你會過來參加咯？喂，好嗎？好，好，耶！好，凱華今天算是廚師的擔當哦。對，老太太分享一下你要不要參加心得？本身很愛一些料理東西，但是我看到這個大姐，她藍隊的大姐真的是很有創意。老實說，她獎金得到的是實至名歸啦，真的。對，所以我覺得我們贏到鍋子也不錯。沒錯，而且還2個哦。對啊，還2個，一大一小，我覺得很實用。繼續練習做料理，下一擺過來挑戰，再來挑戰。係啊，今天哦，他係就這樣收穫啦，做啲學到客位嘛，所以今日正經東方條看到兩姊妹吼，帶來東河嘅料理，你分享吼，我看嘅後面是本大家。冇錯，依家之主呢就真經係親好嘅一個節目，現在呢睇起來都要到畢業做得交流情感，沒做得透過料理，讓你對男愛一般的愛就講出來，等等你向下來報名哦。依家之主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